日本美食、宵夜好選擇、24小時營業連鎖餐廳、磯丸水產。日本有多間分店啊！今次去嘅係大阪南波南海通分店。夜深當大部分店鋪已經關門，只係得少量食店仍然營業中。今次去嘅磯丸水產就係其中之一，而且呢間店位置方便，價格合理，食材新鮮，有游水、活海鮮。我哋點咗2杯飲品，可樂同埋紅牛，都係384日元。一份燒海鮮2419日元，非常豐富，有蝦帶子貝類、魷魚，仲有甲羅燒593日元，一個海鮮鍋物呢1099日元，刺身當飯967日元。呢份燒海鮮明火即燒，配上新鮮食材，超讚！大隻蝦，新鮮爽蛋，超大隻帶子啦，大嚿肉。巨型嘅貝類亦都相當新鮮，原隻新鮮魷魚，職員仲會幫手同你燒同剪，香氣4日，肉質彈牙。甲羅燒，滿嘅蟹膏香，包括物材料呢亦都係十足，有海鮮菜豆腐等等啊，仲有抵食新鮮刺身當飯。非常滿足嘅一餐啊！而且食物質素唔錯，食材新鮮，性價比不俗。嚟到日本，尤其是夜深，不妨去試下啦。